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 BenQ 的钢琴灯。娃娃 TV。大家知道吗？在练琴的时候呢，灯光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琴谱上呢布满了音符，看久了呢眼睛会感到疲劳。那如果练琴的时候室内灯光不足的话呢，也很容易造成近视。这就跟在家里念书为什么要开台灯是一样的道理。不止读书要开灯，练琴呢也是一样要开灯的。不过有些灯你开下去反而会让你看得更不清楚，因为会反光，而且不一定能照到整个琴谱，可能有些地方是亮的，有些地方是暗的。而这次 BenQ 找我来试用这个护眼钢琴灯呢，它完全不会有反光这个问题，而且绝对够亮，能够照到整个琴谱，让你保护好你眼睛的健康。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表，它这个是有重量的哦，重了就是重在它下面底座的这个部分，它把它放到钢琴上面呢，应该是会屹立不摇的，也不用怕它会倒下来。然后它这个底座呢，还有特别设计的一个钩，刚好就是可以跨越钢琴上面的那一条音箱铰链，让底座可以站得更稳。如果没有这个钩啊，放在钢琴上面压到那条音箱铰链呢，灯可能会翘起来，会不稳。那有了这个钩之后呢，这个问题呢就被完美的解决了。另外，它这个下面啊是用橡胶防滑缓冲垫做的，这不仅不会刮伤你的钢琴，在弹琴的时候呢也不会有震动杂音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这个钢琴灯的功能。据说呢，这个钢琴灯呢是专门为了弹钢琴所设计的护眼台灯。你把它放到钢琴上，那个灯照到琴谱的时候呢，琴谱不会反光，也不会让人产生刺眼眩光。这次呢，我拿了3种材质的东西来做测试。第一种呢是这种普通的琴谱，第二种呢是这种有用塑胶透明袋装琴谱的文件夹，而第3种呢则是 iPad。经过我的实测后，我发现不管是纸、塑胶还是玻璃，用这个钢琴灯一照下去，完全没有反光的现象，而且灯光还很均匀的照亮了整个琴谱，不像随便的台灯或者是立灯，它那个光这样打下去会集中在一个点上特别亮，而那个特别亮的部分呢还会反光。有时候在练习琴谱反光真的会还蛮痛苦的，而且久了对视力也不太好。所以我觉得开灯琴谱不会反光这件事呢，对弹钢琴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呢，无疑都是一大福音。这不仅可以保护你的眼睛，还降低了你长时间练琴对眼睛所造成的疲劳。那它这个钢琴灯呢，除了可以均匀的照亮整个琴谱之外呢，它还可以照亮钢琴上所有的琴键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设计蛮好的啦，因为很多人，尤其是小朋友，他们在学习新曲子的时候呢，都会一边看谱一边看琴键。这时候如果琴键暗暗的呢，对他们的视力呢也不太好，低着头一直看着手指练琴久了，眼睛也一样会感到疲劳。所以不止谱需要被照亮，琴键也一样是需要被照亮的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钢琴灯可以同时照亮到琴谱跟琴键，是真的还不错啦。那这个钢琴灯呢，它有6段色温可以自己去做调整，从白灯到黄灯都有。如果你想要弹一些比较放松的曲子，你就可以调黄灯。那如果你是要考试要认真练琴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调白灯。那亮度呢，也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喜好去做调整的，看是你要调亮一点啊，或者是暗一点都可以。那这个灯调好之后呢，可以按下那个爱心的按钮来记忆你喜欢的灯光模式，下一次就不用再重新调啦。那它这个钢琴灯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自动开关灯跟自动帮你调节灯光，也就是说它感应到人在钢琴前面的时候呢，就会自动帮你开灯，而且还会依照你房间的亮暗程度来帮你调节适合的光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没有设定自动开关的话呢，它也有一个自动调光的按钮，按一下也一样自动帮你调整到最适合的亮度。那有设定自动开关的话呢，练完琴忘记关灯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它10分钟之内没有侦测到人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关灯啦。我有测试一下它这个自动功能的敏感度，我一走到钢琴旁边呢，它这个灯就自动打开了，还蛮方便的哦。好啦，体验完这个灯之后呢，我真心觉得很不错，使用下来呢也蛮舒服的。光是它可以均匀的照亮整个琴谱跟琴键，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可以买，对保护眼睛很有帮助，而且还可以提高专注力。好啦，我是 Lisa， 如果你也对这个钢琴灯有兴趣，想要购买的话呢，可以点影片资讯栏里面的链接继续购买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